各位老友，早晨啊！我係老陳啊。今年係我喺中山住嘅第一年，以前唔知道，原來退休生活可以係咁開心噶喎。老陳，今日喺香港定中山啊？過嚟捉棋啊！梗係喺中山啦，得閒過嚟飲茶啦。喺香港，好多老友都問我，住慣咗香港，點解要搬翻嚟中山？唉，講句真啊，喺香港想買望公園嘅樓啊，再奮鬥多幾十年都難啊！喺度只需要7000多就可以買到啦。我而家住喺中山博愛西呢個公園盤，推窗見綠，落樓幾分鐘就到元亨利公園，晨運捉棋點都得，2首歌嘅時間就到國家森林公園啦，仲可以順路去金鐘湖公園行下添。呢度個配套啊，仲正啊！出門行幾步路就到菜丁龍瑞市場，又平又新鮮，仲可以去富麗軒海鮮酒樓嘆翻餐早茶。中山好出名嘅老字號嚟噶。想去街，時代坊還你一腳油就到啦。睇戲、買嘢、下午茶一條龍。想買衫、買日用品，就去中山最大批發市場龍瑞小商品城啦。仲有天悦城、利和呢啲大商圈，一落樓乜都有。喺香港啊，邊度揾到咁方便嘅生活圈啊？中山往返香港都超方便啊！周邊就有好幾個中廣巴士站，每日嘅班次都好密。項目仲喺城市中軸嘅博愛路上，一腳油門走深中通道返香港都好近。孫仔讀書唔使愁，小區自帶省1級公立醫僑幼兒園，附近仲有12年教育啊！講返小區，呢個開發商啊，喺用料上真係落足料噶。你睇啲外牆，白套牌瓷片，幾十年都唔會舊。而且啊，人哋一樓起樓，呢度啊打造架空層、兒童學樂區、休閒會客廳、健身區，樣樣齊，價格好抵添。首付10萬起，每個月只需要俾2000幾。我住嘅係建築面積約1065尺嘅3房戶型，對流雙陽台，可以一邊晾衫晾被，一邊擺翻張茶几，約埋班老友望住城市嘅靚景，飲茶傾偈，真係人生樂事啊！主臥套間夠大夠闊，仲有步入式嘅衣帽間，放喺香港呢度直頭就係一個小戶型啦。建面約958尺3房戶型，仲係公園景觀王。南向大陽台，直望元亨利公園，採光一流。主臥都係套間設計，夠晒斯文。講咗咁多，老友啊，你都知道我點解咁中意博愛上份啦。環境靚，配套齊，交通方便，仲係所見所得嘅實景現房。咁好嘅小區，你哋都快啲過嚟做街坊啦！